全國9個城市都有嘅聚宴，終於開到深圳啦！作為深圳鄰居嘅香港人，點可以唔嚟體驗一下帶你一秒穿越古代皇宮嘅主題餐廳呢？深圳呢間分店開喺南山區嘅附近，深圳灣過去10幾分鐘嘅車程。記得啦，呢間超有氣勢嘅宮廷餐廳，每日中午晚上各表演一場咋。店內裝修以古風燈籠、宮廷布景為主，打卡位多到影唔晒。最正嘅係呢度包漢服套裝，唔使自己帶衫。店內有超多款古風衫任揀，化妝造型都有師傅幫手整，手勢真係好好㗎，10幾分鐘就讓你變身古風，超有儀式感。晚市仲有超精彩嘅現場表演，古風舞技演出超專業，氣氛直接拉滿。呢度仲可以玩小遊戲換禮品，食飯打卡，上台玩遊戲同員工互動，完全唔會悶。食物方面呢，都完全唔係得個樣，每道菜擺盤精緻，分量夠晒足，特色宮廷菜式，味道非常到位。真心覺得呢間係北上必體驗嘅神仙餐廳，唔單止食得好，仲玩得超開心。無論同好朋友聚會、情侶拍拖、家庭打卡，都超級適合。喺香港想揾啲咁嘅規模同氣氛嘅餐廳真係好難啊！放假即刻拉埋身邊嘅姊妹一齊北上 hea 下啦！